一場繪畫實驗居然令人反思自己嘅性格。今次呢組嘅朋友仔內心狀態真係十分之活躍啊！話說我作為第一個，我就好想試一樣我想試嘅嘢，就係用照片作為開始。然後我收到嘅反應係：師姐你好醒喎。至於第二位朋友就係比較專注喺自己嘅感受，不過佢嘅感受就令我開始懷疑自己嘅攝影技術係咪咁差。到第三位朋友，已經有3位朋友仔完成嘅作品嘅第一個感覺係內容好充滿咗童趣啦，同時間都有一個溫馨嘅一個感覺嘅，然後都覺得其實好完整㗎啦，應該冇乜嘢需要再添加，咁所以我就開始頭痛啦，到底我可以做啲咩呢？咁樣，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啦。如果你信佢唔只係一個實驗計劃，佢可能係一塊鏡，但係無論點都好，最後我哋都會喺當中揾到一個屬於自己嘅位置。